我係今晚呢個婚宴嘅司儀，我嘅名字叫做陳錦文 Ray。上年嘅安排好奇妙喎，喺全世界70億嘅人口入邊，每一分每一秒所發生嘅事情，都係有佢嘅原因嘅。係咪好甜蜜、好溫馨嘅感覺咧？大家係咪好心急想見下我哋今晚一對新人、一對主角啦？係咪啊？請大家用熱烈嘅掌聲歡迎我哋今晚一對新人 Miko 同阿添登場。大家可以俾啲掌聲，因為有阿添嘅媽媽，所以先至會有阿添。佢20幾年嘅養育之恩，絕對係唔會白費嘅，因為佢今晚有一個好乖嘅乖仔，佢娶到一個好賢良淑德嘅太太，陪佢一齊過住嚟緊更加開心、更加快樂、更加溫馨嘅日子。多謝你阿添嘅媽媽，俾啲掌聲佢。我哋有好漂亮嘅新娘子，準備獻花俾佢嘅媽媽 Miko 嘅媽媽，多謝你。大家可以俾啲掌聲 Miko 嘅媽媽，因為有呢一位咁偉大嘅媽媽，先至會有咁漂亮、咁乖巧嘅新娘子。我哋可以影一張合照啊！多謝你，相信今晚之後 Miko 嘅媽媽多咗一個仔啦，多咗一個好孝順佢嘅仔仔啦喎！可以俾啲掌聲，多謝晒。